来，咱即摆用伫咧普话声来欢迎韩军来介绍伊今仔互咱的主题台语呼吸甲变奏吼，来普话声来。嘿嘿，感谢朱老师，感谢各位吼，咱线顶的有100个老师诶参与，啊，搁有咱有台语幼稚吼，啊，就其实我老师拢讲我少年，其实我应该讲嘛是有岁数啊，吼，就讲头拄我像早是咧讲课，啊，我就咧唱歌互学生听，我咧唱啥物歌咧？我唱讲离别的乐代表，毋知老师有听过即首歌无吼？红地七的歌。迄离少年的较远。因为我自细汉其实开头先，然后用1分钟的时间小可大家安尼吼，小可讲一下好耍的。就讲虽然讲老师讲我少年辈吼，啊，其实我今年42岁。我细汉时就是甲阿公阿嬷吼做伙，啊，就是生活当中都有真济台语就自然的吸收。吼，啊，这咱为语言学来讲，这叫做自然的习得，吼，自然的习得。即个理论是啥物咧？咱伫咧环境当中，有拄着爱食饭的代志，就会学着遐个事；拄着唱歌，拄着人来甲你拜访，你着听士大人安怎甲你讲话。吼，迄足自然的，就是若像咱人自本就会呼吸，就会喘气共款，对无？好，但是咧，是安怎我会晓唱离别乐代表？吼，即首歌大家若有兴趣，家己去敲做看觅。我规条拢会晓唱，吼，迄歌词拢记得足清楚的。因为我的阿公，伊就是一个拿卡西的歌手，逐工伫厝里咧唱歌。吼，好，来，即马咱的囡仔的环境是无共款的哦。咱即马的呼吸，吼，啊，搁咱来讲，我无用故意用呼吸，我无用喘气，吼，其实我有意义，等下甲大家做一下报告，吼。就讲即个时代。当然啦，咱知影讲，咱过去的台湾的一切，我感觉爱保守，咱爱保护无毋对。但是因为咱即摆吼，我伫咧师范大学，我看的拢是高中生、国中生。吼，咧甲因对话的时阵吼，因为即摆时代吼是无共款吼，咱讲2000年以后出世的学生，因的思维较宽阔，因有足侪多元性，因的国际观，因面对着社会的变迁，因有真侪思考啦吼。好，老师，感谢。好，我阿公甲阮阿公好。所以讲吼，对，这我的问题。哈，阮阿公好，感谢老师。好，所以因为就是阮面对着即个问题，我着做2个方面吼。第一个方面是我去做研究，因为我袂用讲我去看国中生、高中生，看一个我着讲啊，因即摆是安尼吼。一方面我有来做研究吼，一面做研究，一面来做一寡咱。教学实践的即种思维，好，来，咱就赶紧开始吼。今仔日即个主题就是台语伫时代内底的即个演说甲变奏，吼。好，啊，我是江苏台的冠军，大家好。好啊，对语言的基本的认知吼，其实是安尼。今仔日歹势，因为我先讲，因为我着无够换做全台语的即个简报吼，其实真正是实的。啊，我即个简报其实我是吼，伫咧真济大学。对大学生做演讲的，我的目的是啥物？我希望因会使入咱的台语的文化，甲咱即摆咧推动的即个台语运动内底，吼。所以讲，我就用较趣味啊，但是咧嘛有一寡学术理路，啊嘛是有一寡咱的即摆台语界吼咧做的代志吼，慢慢互因进入。啊，我伫差不多7、8个大学已经拢演讲过即个题目吼。学生的反应拢袂歹吼，等下大家若有趣味，我会使互恁看，有兴趣吼，互恁看讲因的回归吼。好来，即摆来看吼，就是讲咱即摆若准讲语言的基本的认识其实是安尼，伊绝对无可能无变化，一直咧发生变化。比如讲咱台湾吼，即摆有啥物流行词，可能即个词咧，就是安尼唱一下2、3冬，3、4冬后伊就无去啊，吼！啊，即摆若有讲啊，吼，用华语来讲，叫做死语，就是死语，啥物意思？比如讲 LKK， 你即摆互囡仔看 LKK 即个感谢，吼，伊嘛毋知影 LKK 是啥物，对无？吼，所以讲，其实咱的语言本来就是一直有新的有旧的，语言有新的有旧的，毋若是安尼，咱爱知影讲中咱着爱安怎去甲认捌。重点是咱互伊偌济关注，互伊啥物评价。所以讲，咱今仔日要讲的是，语言安怎伫咧社会当中，伊有产生吼，伊
我甲放较大的吼，专业无，伊有安怎画咧？伊是用啥物款的方式画咧？好，第二，咱的声音甲社会当中的认同安怎来建构？第三，咱有啥物危机甲转机？第四，吼，有一寡少年人其实就咧拍拼咧做台语的延续甲变造，就是我今日题目。啊，校园内底有啥物未来性？啊，有国际上的想象，咱会使安怎来甲国际上即卖流行的趋势来做连接？哦，好，语言甲人共款，伊需要安怎喘气？啊，拢讲呼吸。啊，其实伊的意思是啥物？就若像我开头迄个讲的，足自然的啊。你哪会知影讲你即摆咧当咧喘气？无，你咧想的即个当下，你来活咧，你就咧有气，对无？啊，即个气，有人讲啦，讲啊，台语就要进入即个家户病房，讲啊，就要无气啊，敢真正安尼？啊是讲伊喘气的方式已经有变啊。啊，但是若总讲变啊，咱要安怎去回应讲咱即个台语文即马已经变的状况？啊，共款的即个危机嘛有伫客语嘛有伫南岛语，就是原住民语内底出现。啊，所以讲，我的感受是讲，伊嘛是照语言学的即个学术观来讲，伊也一个，只是讲咱爱甲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甲认捌。所以台语毋是干那拢安尼静态的，伊是动态。大概毋管是你平常时你唱一条台语歌，还是讲你咧平常时去学着一个台语的新语言，我等下就会问大家，手摇饮，对，咱即摆足爱啉饮料，对无？热天有够热来，你看，大家看，我即摆有手即个一杯昨暗时买的冰咧头好才啉啦好，囡仔人，若总讲有一个环境内底，伊去认捌着即个手摇饮的台语，伊可能无小心去知影，伊这嘛是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呐。就是说，它不见得一定要是怎么样，无一定爱伫学校内底规个整体安尼，伊是一个社会性的所以声音会使软过市场，啊，伫咧个家庭的直播啦，啊，咧音乐平台啦，啊是讲学生即马就爱电影音啦，等等，一直更新。啊，一直咧有自身的一个生存的空间我感觉这是一种台湾的一种现象。好，啊，过来我就问着这就是我大概拢会问大学生我讲其实你平常时莫讲你袂晓台语你也是讲莫讲你感觉讲啊，用台语的机会真少也是讲有第三个观念是安怎啊？我一寡词我都袂晓用台语讲啊。我相信会来咱关怀文教基金会还台语文区这个活动的这老师咱这山顶的老师，你对这几个词应该拢是无啥物问题，对无但是可能你讲迄啉饮料啦，啉迄甜的啦，等等但是咧，咱即马毋管是教育部、国教院真侪老师拢希望讲，咱一寡词会使来试看觅甲定义落来。这定义落来，毋是讲我著逼你一定要安尼讲，一定要讲手册地嘛毋是安尼。其实语言的词咱是安尼，或者那个应该是说我们叫大家听过约定俗成这个词，对不对？就讲咱的环境内底，就自然的有一种有机性、有机性语言学是伊这意思。这个词是安怎伫咧社会当中会流行，大家感觉认同。趣味好耍烦恼有够好诶！这翻译安尼，这个我感觉安尼足对当安尼，有足侪可能性手册地甲搭伫台湾敢有迄个流行性，我即摆也毋知，但伊才出来尔。可能3冬后、5冬后，咱才来看讲伊到底有适合无比如讲珍珠奶茶咱讲珍珠奶茶也是粉圆奶茶，也是有人讲奶茶。这个嘛是我甲大学生互动的时阵会提出互因去思考的观点，讲你感觉讲较本土的物件外国人来咱台湾看到珍珠奶茶就 bubble tea 这个是英语对无？若总讲有这个你要用一个文化包装的方式来进入一个课堂内底，还是讲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内底，咱是毋是用台语甲拼音来做一个转化？其实你知影无？
甲各位报告吼，因为我去分享的即个科系嘛，无一定是语文学系，有时阵是一寡广告的，广告学系啊，社会学系，还是讲有迄种美术学系，等等啊，甚至佫有迄个较理工科的啦吼。伊会感觉讲，确实是安尼，因为即摆少年人吼，因对语言的思考吼，虽然讲伊台语无好，台语无好的原因有真济啦吼，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等等。但是因对文化即个多元性，还是讲一种宣传的可能性，好耍的方面，要怎耍即个语言，伊是有兴趣的。我甲讲，你若讲要真正要正台语，要请台湾，要有即种台湾开口，是毋是会使呢？甲因沟通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切入点。所以为即个呢，我就延伸，若准讲在座的各位老师，你有甲学生要对话我感觉即摆的新的一代毋是会使用情绪，而是讲用一种历史的即个课堂。第一步就用即个甲因互动。这是足趣味的代志是因就是比如讲2000年以后出世甚至咱即摆学生拢2010年以后才出世啊。即个学生伊就是伫咧自由民主的台湾出世，因对过去的代志无理解的时阵，伊无法度想象，你知无？所以讲，若准讲为着要互因甲台语藏伫咧心内，阮即马用的方式，就是去理解因对台语的不足，但是咱有可能的不足咱有可能的用其他的方式甲伊探讨。像甜度，咱讲米糖还是三分糖，这就会甲因讲，即马我有看到有即个咧卖饮料的伊的菜单内底迄卡多古内menu 内底啦有即个米糖甲三分糖的拼音就互因看，讲原来爱有先做一个异化就是讲对于少年人来讲拢同款的物件，就感觉无趣味啦。像路边的迄个卖饮料迄店，就一直开，有时阵共即个店头，过一阵仔，佫换一间店，迄有诶共一个头家，你知影？就是讲因咧要求变化啦，求变化，所以当对求变化即个方向来讲切一点好，所以讲我就即个问题，即以下就会甲因互动真久佫有即以下嘛是甲因互动的切一点。因为即摆学生因对台湾的历史状况有真侪思维，是咱有真侪文化的即个交流的过程咱有讲一个词叫做殖民嘛殖民嘛，对不对？殖民地其实全世界任何的即个人类社会有经过殖民的所在，一定有来自迄个殖民主体的影响我毋知影即个大家对即个代志有理解无咱照台湾来讲，毋管是为荷兰时期清朝日本人来佫战后有真济各种的词文化佫有即种思考的思维等等，其实拢互咱成做现代台湾人的模样只是为即个道来因就看到足趣味讲确实是安尼是安怎，因为咱较早的课本历史就讲过啊。因对即摆的到底咱即摆那像咱即摆生活即个时代，那个变做一个什么历史的切片。即个切片内底其实有足侪历史上的物件，就积伫咧即个所在。毋是敢若讲现主时就是2026年就是即个所在。咱就有即摆语言甲过去拢无相关，毋是安尼。比如讲阿毛头、沙巴鱼。沙巴鱼因为是一般来讲讲拢认同讲是南岛语来，是安怎讲是原住民语，就是南岛语来因为除了有一寡记录以外，咱嘛看即个厦门地，像讲厦门还是讲大陆，我知影讲因做牛奶鱼，牛奶鱼，这都爱个，因为我看安珠老师进前有一个演讲，是毋是？嘛是讲咱的厦门甲台湾的事我毋知影牛奶鱼即个。我去查到的，毋知是真也假因为就 milk fish 啦就是沙白鱼叫牛奶鱼。日本的时期都是有真济等于讲一记进入咱的台语佫有现代我特别讲现代的代志，互因理解是安尼。我想要写现代我画一个台湾足水的，安怎像有足济画面就足济色彩，其实就是要互因一个
意象，啥物意象？就是讲，即马就是多元咱美丽的台湾，各种的色彩，各种的语言，成做即马的咱。好，来现代想要讲福音的，吼，其实是，我讲的是华语，所以我即马吼，可能有时阵淡薄仔双语，请大家谅解吼，因为我要用华语做例啦，吼。比如讲咱国语的纠团啦，华语的纠团，这个纠是毋是写做这个纠举的纠，纠举的纠，其实是纠举的纠是用语音来写嘛，咱就知影讲伊是台语的招来的，招啥物啊来招生招人招人来处理做啥物代志，纠团，这就是啥物概念？就是台语去影响着即马的台湾讲的华语。好，来，这个后一个叫做乔代志，华语写成乔事情，对不对？写成这个乔，通常啦就简单的乔，也没有写成木字旁的乔，就是这个乔。那这个乔，因为跟迄个想要用这个乔，就是语音同款嘛，语音同款，现场就有一寡学生啊，就举手，老师那个乔。怎么没有写别的桥？是这个桥会不会其实它有一种语义啊？是真的有这种所谓的在讨论事情，在这种应该说是在互相的什么彼此在协调这种感觉。我讲无我用我的语文学家的这种观点去吹过这个桥就是大桥小桥的桥可以这么讲，无迄个意思啦。因为迄个音。完全是用咱台语的敲切的这个敲来。好，那进入我们国语之后，你现在在社群媒体上，是讲在网络顶管，这个纠团是乔事情，你讲赖民店大概在讲学嘛，都很像。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台语也有一种动力，跟国语进行一种互相影响、接触、融合。语言甲语言伊相碰的时阵会先接触，对吧？接触了互动、竞争。就会有互相接受对方的所在，所以讲，来，我搁举一个例啦咱即马华语内底有一寡语法、语法、句型，嘛是有关是台语的影响举例来说，举例来讲，你有没有去？你有吃吗？他有来吗？有加动词，这个是咱台语的语法咯。那真讲是外来迄华语的伊主本的迄个语法伊就他吃了吗？他来了吗？就是讲袂用有加动词。但是咱台湾是毋是用个足自然的，对无？好，这三点我甲大家讲其实为台湾华语是毋是已经是拢足日常咧使用的，对无？你嘛用较足自然的，你根本若叫学生去分析啊，甚至老师你个人去想，你嘛无一定总知影讲敢真正嘛无一定确定讲真正是为台语来的。好，来，你思考一个代志，你感觉即个物件会佫传出去无？我甲你讲有传出去，因为阮一直咧看讲现代语言的即个流通的部分，纠团、乔事情，佫咱的台语的 A 卡，你是啥物卡？有咱的一个词做卡小嘛，那个数量的数，卡个数量数。开始是咧伫咧电视内底讲A 卡、B 卡、C 卡，就代表人的即个地位啊，无共款的即个环境内底，即个卡也是纠团也是有怎样即个物件我发现伫咧现代的中国，因为一寡少年人也是一寡影片内底。因为嘛有在用呢，所以我们在看这是一种文化输出的力量。常常咱咧讲咱台湾有啥物优点过去咱台湾台语是一部分嘛有华语的这个进入，嘛有咱属于咱台湾现代就是华台共有的一种特色。这个特色变做我有发现讲拖出去中国，伊嘛有接受到咱的这个部分。看到一寡现代剧讲他有来吗？其实这是对因来讲是足特别的因为是安尼讲话主本。你要不要揪他一起来？这嘛是看因的这个节目有的所以在比较分析之下咱就对台湾的一种新
会有活力的方式有一种理解。啊，当然啦，你嘛会感觉讲安尼敢好，咱是毋是讲正台语顺台语较好？啊，毋过我用即个度数要甲你讲啊，我感觉台湾就是咱的优点甲咱的特别啊，咱的伫咧世界当中的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咱是一种有机体。哦，有机体是啥物？毋是活少哦，咱是有活力的哦。哦，所以讲，哪种语言在变化，其实吼，来下面这句话吼，可能对你来讲是一种刺激，但是这对语言学来讲是一个观点，大家参考看觅。就是语言的变异吼，变异吼是健康的一种方式，健康的一种思维啦。啊，因为完全无变化是无可能的，对无？咱头起先第一张导演片讲到即个代志吼，所以你若总会使接受讲啊，自然有一种变体的思维之下，咱才有法度讲去想讲啊，台语伫即个数位时代有法度安怎保持，以及来延伸伊的吼即个力量，啊，甲伊的影响力吼。好，啊，声音甲认同的部分哦，我想要讲的是吼，大家。即互我有学生看吼，啊，想讲老师你嘛会出看讲，食饱未是毋是？咱定定伫咧处理，啊，甲四大人，啊是讲甲厝边头尾拍上好的语言。但是即马大家看到的时阵，讲食饱未的比例，是毋是无一定较悬？好，对社会语言学来讲，这是一种社会声音的转化。好，社会声音伫咧改的时阵，咱有两个方向。好，基本上两个方向，可能有第三个方向，咱就搁同齐来想。第一个方向是，我外界，我特别坚持，我看到人，我特别拍招呼，我特别讲食饱未。哦，第二是，即摆有啥物新的，我就讲新的。哦，毋是干那咱安尼尔，吼，人类社会真侪所在嘛，绝对一直咧面对着即种状况。你讲日本、哦，韩国，敢有面对着即种状况？有啊。哦，因为我本身有研究韩国语，因内底外来词真济，而且吼，那流行性安尼吼，一直流行安尼。好，啊，台湾的，咱要安怎看台湾的即片土地内底，咱对台语的即种吼观点。哦，其实台语吼，我即摆到第二段吼，台语的声韵调的吼，即种声音是咱即片土地内底吼，有法度直接延伸咱的情感。听着咱讲食饱未？较接来哦。哦，恁兜啥物人？恁兜啥物人伫倒位？等等，迄著是一种直接甲咱即个吼本土的情感，啊，甲你过去的记忆，你甲即片土地空间的所有连接，会使连接起来即个声音，吼。所以讲吼，伫外国，你若听着台语，你会感觉讲特别欢喜。吼，我相信拢有即种经验啦，吼。啊，有可能讲特别用台语来互动。惊有听着，吼，咱咧头咧讲啥物话，对无？所以迄种声音甲记忆有一种足自然的反应。啊，要着用即点的切入点，就是讲甲学生去做互动，因为咱即个大学生有诶，讲我台语不好，哦，不会啦，我就甲讲，来有去坐，即个中央航空吼，还是讲中央航空的即个飞行器有听过因咧讲话，就歹势有讲话吼，就讲咱一定会广播嘛，用台语来广播，对无吼？好，嘛有诶，用啥物咧？用即个要到台湾诶时阵，用一首歌来互你安怎感受到咱已经到厝啊。好，来，这是飞行器顶悬吼诶一首歌。有夜会，我想讲我就无一定爱搁放送啊吼，因为时间诶关系。但是咧，对于囡仔人来讲，有啥物歌来进入伊诶记忆咧？吼，我则想要先放一首歌。拄啊，到即个时阵吼，小可可能精神无一定真好。吼，来，因为我有讲到半点钟啊，对无吼？来，即摆少年人吼，因为我有几个学生吼，咱就看到有3、4个学生啊，是几个，也是伫咱线顶吼。我进前才甲讲，我讲我吼，定定去观课吼，也是讲甲学生互动。啊，我有真济在野的老师有甲我讲即摆学生有教啥物歌？即摆我放即首歌吼，学生就爱唱的哦。来，你听看觅。我会放差不多1分钟甲差不多2段啦，可能讲分半安尼吼，你听看觅。基本的，若无你，我要去倒位？
是一个电影内底主。好，咱到遮，我留伫即张图。若无你，我要去倒位？是毋是完全是咱家己正字？哦，而且呢，黄吉炳也是讲进前叫阮两个所有的歌吼，伊拢会放一排拼音白话字去伫咧下骹吼。白话字就是讲，因为黄吉炳伊本身是教会大汉的囡仔，伊自细汉就有真济咱头讲的，就是家己足自然的习得，所以讲伊的认同是。我唱台语歌，但是我嘛想要甲字幕甲即个白话字的拼音放伫咧面顶吼。即个放伫迄个 MV 观点有啥物好处？就是我发现讲，即马囡仔人伊面对着咱的教材，当然咱有真济足好的教材，无毋对。但是因的生活当中足自然接触，就是甲你咱课堂内底一礼拜才一节课，对无？去头去尾差不多剩30-40分钟。咱即摆要建构的是啥物？讲，互因有法度一种审美观点，就是咱来台语正字，你会使看有咱的拼音若有法度看有，就是互伊一个假使，互伊一个工具，互伊甲遮个新的可能性去做连接。咱即摆108以后，教育或者素养，素养就是生活思维，就是一种多元的思考。毋则讲为即个开始，我着要继续讲我的导演好。因为黄吉炳的歌我足喜欢即首歌较无一寡弄扭咱的即个主题啦讲较大家若有要甲学生互动的时，我感觉这是袂歹会着我有看着讲大家有互动，等下我有中休困，我才甲大家讲拍即个部分。我先继续来讲我的即个导演片伫咧国外伊咧讲台语是咧找出台湾人上紧的方式，对无这就是一种足自然的语言学的一种叫做标记就是讲这叫标记啦就是一种那个 symbol 意思是讲我用这个语言来证做我甲别人无共款迄是伫外国是安尼，但是伫咧咱台湾呢，咱讲台语毋是为着要甲别人无共款，对无？咱伫台湾咧学台语、讲台语是为着咱要表达感情、表达认同、表达咱就是安尼讲台语安尼较自然啦，较有法度去并讲迄个情景内底讲台语是上适合的安尼。所以讲伫咧即个所在有真侪代志咧讲，伫外国是一种人甲人群体甲群体、族群甲族群无共款的一种就讲画出一个线安尼迄种感觉但是伫咧台湾，我感觉对学生来讲，伊有原是有时阵，我去做调查这是阮有做统计伊会发现讲，因会听讲我若讲台语，我甲大家都无法度互动，迄是因为即马社会大部分拢是讲华语性，对无所以是这里面会产生一个问题是说，我希望伊有认同伊。就会使一直讲本土语，毋管客语也好，拢会使。但是对因来讲，即马国中还是高中生，普遍来讲，少年人是务甲团体、甲社会流行会使做伙。所以讲，伊第一个选择语言可能是华语，可能是英语，第三部分才是本土语。有即个状况伫咧内底。伊个认知嘛感觉讲，我若讲台语。还是讲我讲客语，我若是画一条线，甲人无共款。甲咱咧推测本土语的思维是无相像的。咱的出发点拢是身份认同，咱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等等，对无所以讲这是一个互因，像我甲大学生我即张图我就互伊去想，我讲你到底要讲还是无爱讲？你的脑海当中，你的真正较。核心的理念、核心的观点是啥物？像你有要讲，还是像你要讲我落尾就会甲因讲我讲台语其实是，我希望是安尼，为地方性的一种那就画一个线，你是讲台语我无讲，我希望讲我讲的是一个共同语等等。我希望会变做因去活用即个台语，变做因生命的一部分。我甲讲我讲我希望讲你拢变做一种本土文青本土文化青年即种上顶安尼。要安怎做？咱等下来试看觅甲因互动的过程，我有即种想法。
所以讲，若是讲话尔，我希望去思考一个代志，下骹即句话吼，你咧讲话随时着咧表达你的一个互人的感觉，一种你的形象，啊，搁是互人一种定位。你想要诚做啥物款的青年，伫咧台湾伫生活的时阵，你若纯讲华语、纯讲英语，你敢无法度有迄种代表台湾的感觉？还是讲你要讲一个故事，你表达你台湾出世大汉，你诚做一个台湾少年人，你要甲人互动的时阵，你有要讲出啥物话，互因去思考。所以讲少年人敢有讲台语？我就问啊，年轻人讲台语吗？应该去啊，说吗？这个说伫咧阮的咧探讨内底，我就问足有的哦。你是晓讲几句还是内底咱等有电话一个导演片伊用着一个名词或者转码就是 switching， 就讲你几句话内底可能有的人是安尼，规句拢台语，结果内底换国语，这较伫较30岁以上像我安尼啦常常我的朋友拢是安尼，伊可能会晓全规句拢讲台语，但是一寡词伊就是转换袂过去。伊平常时都就爱啉迄手摇饮的呢。想要咱伊手摇饮改手摇饮，因为咱无足认真甲即个手摇饮甲翻做台语对吧伊嘛袂记讲较早讲迄啉凉的去啉一下凉的，去换一下凉的来啉因为凉的跟手摇饮的感觉有时候不一定一样，或在那个情境里面，它被灌输的叫做手摇饮毋则讲伊无法度直接个代换台湾阁有一个现象啦阮即个呢你思考看觅，因为咱较早为细汉甲大汉拢足认真伫咧学校咧读册，说国语说国语个重点就是讲咱用好家己的名拢用国语来讲，所以讲足早进前就有一个老师咧做研究，就讲奇怪咱台湾人有时阵规句话拢讲台语，但是偏偏迄用国语华语来呼家己的名声比例有够悬的啦。我有看到阮妈妈，阮妈妈今年70岁伊甲伊的朋友较早是咧做保险做保险的足趣味做保险一定台语真够讲对无？嘿，但是因遮的阿姨叫家己的名拢用国语叫。我毋知影讲，我有一摆我就甲问讲，你毋是甲迄个阿姨咧讲话，迄就是已经佫比你较老，你拢讲台语连保险的内容拢会使讲台语呢？奇怪，你哪会甲讲我嘉宏啦？另外迄阿姨讲我会师啦。你有伫咧无？我惊保险的迄个代志你吃蚵仔等，一直讲所以这是一个反思的问题。那我就问学生，我说，恁即马会常常去出现伫咧一寡场所的时阵，是毋是用英语名？伊讲对呢，有时阵较简单，还是安怎，就请他们去思考所以台湾的现状是一种比较多元在变动的啦顶一辈因为全台语，但是慢慢互国语去影响着因讲好名用国语对无？我觉得这是一个指标这非常严重。我的名就是名姓就是上基本的，我哪会拢用国语来讲但是你若无甲提出即个疑问的时阵，伊其实毋知影阮妈就讲对哪会安尼奇怪？我叫我就嘉宏啊。我讲敢无人叫你嘉宏？我有但是我那种是毋是伫公司内底大家拢感觉用华语讲安尼，所以这是个问题。所以呢，毋则讲咱即摆咧甲变过来讲，咱的公开的场所，像我去任何的所在，研讨会也好国际上也好，我写的其实咧，有人是认知我的旧的迄个英语名迄是用华语写，但是我即摆拢用一个台语颜滚甲写互看。外国的老师看到你写 GAN 然后这个 KUN 伊就用伊虽然可能是讲英语的、讲韩语的、讲日语的，伊嘛会试看觅讲，用你的台语名颜滚念看觅。借由这个角度，我去提醒学生你本来在台湾，你就是有多元的可能性。那你护照是毋是嘛使甲翻译甲变做是台语音，对无？因为
因为刚刚触笔，他没有想象过这种可能，所以是不断的刺激学生去思考。我讲，其实你即马用英语名，这个脉络嘛真奇怪。你自细汉就即马英语就一直推嘛，吼，一直讲，啊，叫什么 Jenny， 啊，叫什么 John， 还是叫什么 Ray、Steve， 就很多，真侪英语名。问题是，这敢是你的文化内底伫？可能有人处理是双语啦，甚至以英语为主，但是咱台湾大部分的学生甲少年人，伊敢若伫倒位才讲迄个英语名，伊较早是伫咧英语学校补习班，落尾出去，那像着惯性用英语，互因去思考人语言认同的问题，为名来切入，好，所以讲我就会想啊，你若准讲台语，感觉敢真久？还是讲你敢知影讲有一群人用台语要来做文艺、咧做文化的推杀推动，是真侪少年人有咧做一种新的可能性哦。好，即个即道对道，我就开始介绍开始介绍了哇，慢慢伊就讲原来如此，所以讲我嘛用较紧的方式要甲大家做一下小解，就是像讲少年人讲台语，我就讲毋是老啦。你是就流行，因为是安怎国际化中在地化，在地化然后法度变做是一种包装，还是讲一种转换，伊其实就有特色，特色是一个重点。即摆囡仔人流行之间，伊嘛希望有特色。你讲老师，安尼这毋是有？伊安尼意念敢有清楚无？伊是共有诶，伊一方面希望对流行。一寡上新的流行，但是伊嘛是共款一面，伊一边是流行，一边嘛希望典型讲，即嘛是少年人，希望家己足特别的，希望家己的选择是足特别的。毋则讲即嘛我毋知在座你有听流行歌无头拄我毋是开头为迄个流行歌用迄个200个外代票来开头，对无？即摆的囡仔人因咧听流行歌是足。无一个主体性的应该讲毋是讲主体性我来解说，无讲哇，敢若完全甲听比如讲啥物一个足红的歌星的歌尔这叫做啥物？分众时代，分众时代。分众时代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即马无一个完全的流行，毋管讲即马电视台，你看第4台拍甲试开。100外台、200-300台，对无？搁有 YouTube 通看，Netflix 通看，对无？好，囡仔人的音乐毋是干若讲听，比如讲较早是 rap 还是啥物尔，伊是就介意讲，我有去找出种啥物地下乐团，还是讲就无人听过迄种歌曲安尼，所以特色这种符码的转换，搁有伊要展现一种特别。是因的介意的点，我就为这切入讲，发现甲有法度互动，啥物意思？伊嘛希望讲有诶嘛会耍音乐嘛有诶去欣赏一寡较特别的音乐。我甲讲，你嘛要展现属于台湾人、甲中国、甲新加坡、甲其他诶所在讲华语诶人会无共款。我希望你完全会使来较应该讲是较宽阔诶思维来看本土诶遮个资源、遮个所在、遮个媒体。你若要去甲外围甲美国去做交流，迄拢是人英语的物件、韩语的物件、日语的物件，你安怎做拢做袂赢人。但是咱本土，你活头壳捡的都有物件，你来我思考一下。那所以这个是符号学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一个符号，如果你有去建构，撑住你个变做是你个杀起一个地位。就是讲，伊毋是旧诶，伊有一种新创的领导的时阵，它的文化声量，请注意它的文化声量在上升。所以讲，即摆阮的研究都为社会学的观点来讲，我发现讲有即个趋势。虽然讲使用人口慢慢为文化部的即个调查因为阮最近有咧做一个大计划台湾的即个语言的使用状态的即种普查发现讲使用的
虽然讲有咧教啦吼，但是使用人口其实有较悬。但是咧，咱一方面透过咱的教育，足认真，大家吼一直咧教，但是文化啊，阁有即种新的新创的可能性，有法度甲支持，都有法度有遮个数位时代即种新生代吼，伊透过秘密透过一讲阿公变做是电影音来做一种新的可能性。来，我来介绍。即个有一个阿嬷广告我想要，互我借你的手，互我问一下，即个阿嬷广告你有看过演影片？请举手。阿嬷广告，阿嬷足古锥的，恁然后迄厝甲记落来来甲敲揣一下即个阿嬷因变做是伊的时势啊足认真咧做即个推杀我感觉最好的是伊的时势对字幕啦嘛有真济用心毋则讲甲较早迄种台语影片无啥共款，就讲最近有一个人我就莫讲啥啦较早我足爱讲台语，但是讲台语较早因为敢若讲台语就足厉害无即摆咱看到新生代可能是咱的台语运动，咱的台语教育有进步。遮个少年人，遮个孙是有法度拍字无起来呢？遮个感觉真感动，是安怎？教育部的字典有发挥作用，大家咧伫咧社会当中，伫咧教学的学堂内底，伊所做一切慢慢有效果。咱来看一下影片，阿嬷来，咱看阿嬷安怎讲话咱的台语看遮个老大人咧讲台语，有诶人看过就看过，对无但是即摆因为有退杀，咱莫讲无啦，有效果对无所以讲遮个慢慢遮个即个像今朝阿嬷来广告啦，过来就是其实嘛有真济阿嬷的影片是讲老大人影片，迄毋是干若阿嬷甲老大人就是透过一个少年人的观点去找出即个阿嬷讲话趣味的所在。这是无共款的就是毋是阿嬷伊主动出来讲伊想要讲啥，迄有内底有互动的。阿嬷伊本身伊有故事无毋对，但是啥物人来转化？我的导演是毋是无出来？有出来是啥物人来转化？是即个少年囡仔，伊用伊的观点甲阿嬷做互动，伊问问题对无？阿嬷会回应，你就是一来来往有来往，一句话对一句话，就迄趣味性就足悬的。就若像讲你咧客厅咧听一个少年孙甲一个阿嬷咧谈笑安尼。好，这是我著互因看这个时阵，伊嘛变做大学生，我著讲你无一定甲阿嬷定定做伙即摆少年有时阵无一定啦但我讲你会使每一个人写出一个记忆无，就是阿嬷讲过啥物话阿嬷有讲过讲你食饱未讲你要穿较少咧啦等等虽然敢若一句我嘛是透过即一句话，互伊有迄个声音的听觉的记忆你莫讲迄哪有够迄就是一个起点啦就是讲一个验证的过程。你若无互伊慢慢去用一种温情甲一种趣味的感受去思考，伊的生命当中有即种代际而且有趣味的可能性。有时阵伊面对着即个课堂内底伊就会感觉有一种压迫感，怎像逼咧做啥物代志？这是目前我看到学生的一个现象好即个万千花蕊珠宝悲哀即首歌本来就足出名，我今仔日无一定有时间放互大家听但是若有变做是资讯我等下才拍互大家。即首歌曲当迄个时期伊是一个乐团乐团呢伊本身即个主唱伊有真济变做有真济理想伊嘛希望做即首歌伊的歌词惊讲伊写了无好，所以请清华老师替伊改遮内底的词，互伊有较有台语开的。好伊因为伊本身有一种即马现主是少年人喜的迄种乐团的迄种风格所以伊毋若足侪人喜意的，而且咧有着点伫咧金曲奖有着点好即首歌我想要佫借你手佫借我者我想要做一下铺展即首歌听过举手。无讲真济呢
哦，安尼是毋是爱哦？借我1分钟，我来放即首歌曲，互大家听看觅，好无？好，啊，我要放即首歌曲之前吼，我先讲吼，因为伊是一个，伊咧写政治事件嘛，吼，所以讲，头起先，我感觉即首歌对学生来讲，因介意诶，毋是讲伊足趣味诶吼，你会感觉讲，老师有因介意即首歌，到底是因为伊是足好听诶，吼，还是讲伊有介意着讲伊咧讲诶历史事件，吼，还是讲啊，即个乐团足出名，还是讲乐团即个主唱诶声音真好听，吼，你听过了，你思考一下，啊，我再甲你互动，吼，再甲你探讨一下，安尼好，我先甲即个影片叫出来，吼，啊，伫咧较早咧介绍即首歌诶时阵啊，吼，啊，我讲哦，安尼感觉伊即个歌曲哦。较丰富的一个音乐的即个特性伫咧内底，吼，这是有普遍有安尼想法吼。好来，咱来听即首歌。因为伊有即个音乐有中有无唱的所在吼，啊，我着尽量选到有唱歌词出来的所在。好食啊，即首歌我毋知你感觉你有介意无吼？甲咱较早我唱的迄种离别个代表是无共款对无？啊，甲落尾咱想讲啊，工会啊吼，诶歌就台语歌是讲啊，拢就是讲咱即摆诶台语歌有各种诶无共款诶方向，我感觉这拢真好，这就代表讲咱足有活力诶吼。咱头讲过，咱这是台湾诶一种台语台湾文化有机体诶即种概念吼。好，啊，即首歌咱先着讲到遮，伊是咧讲二八事件，对吧？吼，政治事件其实嘛无一定是啥物事件，就讲有政治诶问题，吼，所得我心爱诶人，就安尼过往去，啊，我有对伊有一种足复杂诶心情，吼，所以我有搭歌词，我请大家使家己去体会一下。好，即首歌吼，囡仔开始诶时阵，我有真正有做互因访问者，我想讲我足好奇讲，因到底是因为即个事件。去听即首歌，还是因为规个互人感觉讲啊，即个安尼足流行，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吼。来，大家毋知感觉安怎吼？好，我甲恁讲结论，因有诶听了，甚至讲我咧甲访问迄个当下，介意即条歌哦。啊，我讲过诶，我有甲讲过讲，来，你互我看讲，你即条歌你有听过无？啊，因为即摆音乐拢有一个软体会使听嘛吼。Spotify 啦，吼 Apple 啦等等的吼，我讲来，恁有听过即首歌，我都有看着记录嘛吼。因有诶真正毋知影讲是到底是啥物事件，但是因介意即首歌啊，甚至伊对内底伊会晓唱哦，一寡困难诶台语词，伊安尼唱嘛足自然诶。是安怎？因为对因来讲，即种乐团啊，佮即种文青啊，佮有一种现代意义诶一种歌曲诶方向。对因来讲，就是一个足自然的规个整体的作品。内底啥物故事，迄是一部分尔啊。但是因为包装甲规个伊有介意的时阵，伊就进入即个情景啊。好，这是我要讲的一个部分吼。啊，因为为这开始，我就发现讲啊，台湾的即个危机是毋是有时阵会使当做一种转机咧？要安怎讲咧？吼，我感觉台语，咱即个土地咧吼，其实有一个咱的情感的展出是。咱有法度去进入一种无一定干那一个日常家庭，咱的展厝有法度搁较宽阔，但是咱过去袂记得，即马爱甲找转来。有诶是过去无一定有，但是即马吼，咱来甲做新创。好，来，即个就是咱即马今年上出名诶一本台语诗册，对无？啊，最近佫得奖啊，嘛是。一直卖了真好，对无？啊，甚至咱总统呢嘛有甲伊做互动吼，啊，咱遮就来放一个影片，嘛是甲即个诗集相关吼。好，啊，我就无阁问啊，我相信我预设讲你拢知影即本诗集，吼，我甲各位希望是安尼。好，啊，我来放这影片。即个日晖闪示啊，吼，是有看到吼，咱台湾的一种状况是吼，咱台湾的。台语诗本来就足有传统，咱都有足有即种咱的美。好，啊，这影片毋知恁有看过无吼？迄当阵，因为今年就是差不多2月初吼，啊，都有咱有一个
展览，就是讲展览内底都有时阵定定诶，即个应该讲是全国诶即个册本吼，咧书店吼，就讲展览内底啊吼，我定定听着较早华语诶诗人咧表达因对华语诗诶即种感觉嘛吼，一定会朗读啊，一定有对谈嘛。迄当阵今年我感觉讲，就有一个现象，就是咱看到台语诗诶场足热诶，就是因为即本诗集啊，吼，我真正迄个当迄个当下我足感动，因为我无去，但是我诶朋友吼有去啊，有翕互我，讲吼，即个着册店，感谢老师，我看到真侪人伫边啊，伊甲我讲，哇，真侪人买即本册呢，啊，而且吼，咧念诶时阵吼，逐个足认真听，啊，念了了，甚至嘛咧试念看觅。好，迄个册结束了，我伫网络顶悬吼，因为即马就是像讲 IG 啊、找啊吼，无讲真济，但是有人开始嘛，照即本册伊去买转去，伊嘛想要念，伊就开始照吼，做作者迄种方式来朗读，啊，有时阵嘛是加入家己诶，当然家己诶声，家己诶声扫，家己诶感情等等吼。对啊，头一工就袂了了啊，所以一直二刷三刷安尼啦吼。好啊，所以伊对我诶即个吼，我互分享学生诶时阵吼，因有若对文学因较有平常时较有咧看一寡文学诶即种，毋管是出版也好，还是讲一寡文艺性诶即种文字，因发讲哇，哪会写甲遐水？哪会较有一种文艺感？即种文艺感是即摆少年人吼一部分少年人介意诶，所以讲我毋是讲啊介意，拄到咱即个乐团诶人都会介意入会相识，毋是安尼。咱头讲过啊，即摆少年人吼一个分众时代，分众时代内底思考诶代志是每一个人有伊介意诶物件，吼，所以我即摆诶即种主张，也是讲我即摆愿望是啥物，伫真济少年人介意诶范围，拢会使互因看到台语诶发展，啊，而且是有一种新诶一种可能性。好，诗集、影音，啊，搁来一种吼应该是社群内底有一种图文诶社群。图文诶社群是啥物？比如讲 IG 啦，吼 IG 就是用图来甲大家。一时仔就会说进入即个情景，啊，落尾才去看字，啊，毋是以文字为主诶。啊，甲迄个 Facebook 无共款吼，因为 Facebook 是以文字为主，你先看着字，才看着图，是毋是？啊，当然是做伙看。好，啊，伫即个图文，啊，过来音啊图文，我感觉最好诶是伊佫加入家己诶朗读诶声音，啊，伊本身佫足水声，对无？吼，好，啊，所以讲，即个我感觉我有受即本册诶一种伊诶创作诶主张诶感动，就是伊希望去展现台语诶水。我甲即个诗集吼，因为今仔日无放钱，因为今仔是公开吼，我就无。我来演讲诶时阵，我会甲其中几首诗，我就投影学生。啊，毋好伤济嘛吼，因为叫因去买册啊，吼，甲伊写者安尼。啊，老师足水诶呢，啊，我嘛想要念看觅，有迄个感动。好，啊，当然你讲老师，啊，进前阮台语诗嘛足水啊，向荣老师啊，遐诶饭包，世界点睛落来诗，吼，啊，像陈美玲老师吼，故乡诶餐壶，啊，搁有啥物啊，比如讲，春天诶花蕊，足侪台语诗拢足水诶，对无？毋是讲遐诶无好，吼，啊，只是咱一定无可能干那旧诶物件。新诶物件是要学生囝仔介意，因为伊有法度亲身参与伫咧内底。重点伫咧遮，来，我想要说的事情吼，毋好讲华语，讲台语。过去遐个台语是水是无毋对，但是迄个生活毋是现做是即摆囡仔有法度进入去诶。伊拢听过去故事啊，确实过去咱诶许多人，也是讲台湾诶即个命运。有一寡悲痛诶所在，我理解，但是毋是我即摆现在所面对着我毋管是讲我
工课的问题，我即马国际上吼一寡变动的问题，我伫咧台湾生活，我面一寡可能性吼，讲我有一寡迷茫，每一个人拢有迷茫，每一个人性命拢有一种困难，但是当下我上要伊的，我上关注的物件，绝对是我吼专心伫咧遮上感受的。我毋知大家有理解我的意思无？我说我毋是讲去反对讲大家去认捌我讲的遮台语诗的这诗情，我嘛读真济，我嘛足介意的吼。我希望囡仔嘛会使去读，但是若讲要真正带领伊去心内，会去咬出伊内底对台语的迄种情感会展出的时阵，我感觉爱为伊的性命出发，互伊鼓励讲，你嘛会使用咱台语。还是讲开始的时阵无传台语无要紧，你华语甲台语像头先讲，若无你我要去倒位去首歌，是即种混语的思维吼，那种混语的思维吼。所以伫咧遮吼后一张图我讲吼，虽然台语的呼吸喘气愈来愈弱，我有学生看嘛，我讲即马就是安尼，母语那就变做阿公语共款。那就无啥物气啊，喘气喘袂好。哦，但是咧，语言的消息毋是讲一时仔就无去，实际上的对话慢慢啊，就是互华语去取代去。所以你的情感甲文化的细节，咱就无法度延续。毋过为语言的观点来讲，延续是一回事，但是一定要有新的物件。新的物件是咱鼓励伊有法度用伊即马所有的资源。台语无好无要紧，至少伊有用着。慢慢伊有进入即个情景，伊才有法度像咱头讲的，金正阿嬷迄个孙仔，伊是安怎？伊敢全本学台语，我有看人甲访问哦，伊毋是哦。但是伊是因为伊即摆生活当中，就是逐工咧甲阿嬷对话，迄毋是讲完全是要记录阿嬷，是伊真正伊参与伫咧内底，有即个孙仔伊本身的思维。伊毋则讲我要记录我甲阿嬷做伙的物件，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要才想讲我会使来学台语，我甲遮个字幕甲拍清楚。所以咱则咧讲吼，对囡仔人来讲，也是讲新创来讲吼，即摆文化部也是讲咱学校嘛，常常嘛一种上课的方式是开头的时阵用迄个引起动机，可能互学生听音乐。看一个电影片等等，也是讲漫画、即个动画等等。我感觉吼，这就是有法度，伫咧遮，毋若是学生去介意讲老师无上课就好啦，我有影片通看，我就欢喜。毋是安尼，就是讲你咧放影片的时阵嘛，会使鼓励因有法度去做出家己会使做的代志。我甲大学生讲，我讲你来你即马无可能全台语啊！伊对因来讲，因上惊台语是一个什物所在？因感觉台语无好，就会互讲。就若像咱台湾真侪人咧讲英语的时阵讲你咧发音无标准啊！像我自细汉我都无咧惊我发音无标准管法我就继续讲英语就讲。毋是呢，我台湾咱即个现象是，咱像对发音有一个即种要共讲你倒会讲无好迄种感觉。所以囡仔人，伊其实对台语敢真正较无介意，就是讲本土语真正较讲即个负面感较悬。其实我感觉无完全是安尼，是即个社会当中，哪像要求讲一定爱全台语讲话，爱讲较足典当的，才是一种标准的。因为伊离迄个伤远，伊若像伫咧一楼啦。咱来讲，在纯纯就是拢讲台语，可能是伫9楼，还是10楼安尼。迄个距离，互因产生一种负面感。毋则讲我咧甲大学生咧做互动的时阵，我讲无要紧，咱慢慢来。来，咱先来看一寡影片内底，你听有无？我就放一寡较出名即个影片，因为即个影片，比如讲《花甲男孩》啊，《淑女养成记》啊，伊内底无完全是台语对无？伊毋是。就是台湾的现象，就是讲各种语言拢伫内底啦。我讲来，大家听看觅，这内底台语若无字幕，你敢听有？先慢慢的让他有一种自信感。对啊，我就讲无问题啊。就哪想讲你伫台湾，你还咧喘气共款，迄个足自然的。你伫任何的所在，安姿势，当然啦，那个
咱大部分嘛毋是客语区的时阵，客语乡镇的时阵，你着无法度甲客语听甲较详细。我讲毋是，你来咧伫咧咧坐车的时阵，还是顶，你就是咱一个咧自然咧喘气共款，本来本土语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是安怎要甲你生命的一部分甲塞出去外口咧？你搁较无嘛是有，就是有即种角度，甲伊去互动。伊就讲，确实是安尼啊。啊，慢慢啊，则鼓励讲，伊进一步来看咱的动画。像讲咱有台语版的即个北克的即个动画，啊，佮台语版足介意的即个工作细胞，我毋知影你有看过无即摆嘛要放互恁看一下，因即摆囡仔足介意这个啊，可能甲咱的生活无啥共款，因为咱袂去看即个动画嘛，对吧即个动画敢有法度？好，我放一寡动画，嘛是共款放2分钟，好无？好。歹势，安怎老师，我感觉中，我感觉休困，还是我煞袂记你讲旧年，咱若讲即个演讲，我中感觉小，互大家去休一下，再佫转来。OK，你讲师你家己决定。好，啊无，各位老师咱在座的老师，我即摆放即个影片看咧，头2分钟，咱着小可休一下5分钟，再佫转来，安尼好。咱看即个即摆囡仔。爱的即个工作细胞，因看那较趣味安尼，等下大家好，16分啊，咱来继续今日的主题。大家好，来，咱继续。好，所以拄倒咱即个工作细胞即个学生嘛足介意的，伊介意的原因是啥物？迄其实嘛是无共文化的即种连结，甲因感觉一种趣味感。比如讲，最近嘛有一个日本剧，大河剧，日本有大河剧嘛，啊，佮有迄种日本的即个古装剧嘛，啊，咱即摆有甲转做全台语嘛，啊，我感觉就是迄种较有新意的迄种感觉。你讲，迄哪有新意？无，迄就是一种文化的融合甲冲突，就是制造一种较新的美感。因就是爱特别的物件，啊，毋则讲，歹势我。动画毋对即样所以工作细胞对因来讲，就是我原本听日语啊，可能甚至听华语的版本，即摆竟然有台语版本因就甲我讲迄种讲台语的感觉，嘛是会使提升因对台语的即种正面感慢慢互因为即个会使用的所在比如讲咱戏剧内底就是讲戏剧内底有双语混语的部分。转换到互因看到讲全部内容台语是会使安尼而且咧，工作细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内底一个专有名词，伊拢无甲转换做国语，无甲转换做华语。这有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啥物？咱毋是讲拄着袂晓讲的词，咱就甲硬要甲，就是讲顺就转做讲用华语讲就好啦。为伫我就规句话我拢用台语啊。这就是一个观点，就慢慢进阶啦。好，来进阶啥物咧？就是咱有法度看到，咱台湾各种的可能性，有安尼文艺作品，有安尼一种我翻译，就是讲咱的台湾教育部的这个真侪努力拍拼，这为动画开始切入点这个所在，各种的情景拢摆互伊看，那像各种的菜，即摆讲我有咧选。来，各位，咱少年同学咱大学生，你讲你袂晓台语不要紧，你嘛有较简单的，有2种语言套用做伙，甚至佫有英语的。好，你来使用看觅，你莫讲完全甲台语排除伫咧生活当中以外。有一个时期，你若感觉讲，我就是要互大家理解讲，我是一个台湾的新的青年，我有迄种掌握各种能力语言的能力的时阵，我就慢慢进入我去教育部，像头咱讲的金州阿嬷因孙仔，慢慢去学。你嘛是会使学甲像工作细胞安尼，真实的物件，你有有缘会使用台语来甲论述。好，落尾我就会看一寡菜单因为即摆民间有真侪菜单是有写台语语音，嘛是台语汉字起来的台语正字起来，所以这互因看到确实咱有一种为我开始就会使为台语做一寡代志。
毋是讲啊上课老师教啥物我都会使讲啥物，台语就是你本地就有诶物件，生活当中就有诶物件。哦，你有一个自由性，你绝对有迄个主动性，会使来进入安怎？我用即个语言来做一寡代志。好，来这巴克的，毋知有看过即本无吼？啊，即本我感觉即个放假吼，动画啊，我拢足喜欢诶。逐个出来我拢都先买吼，啊，就一直感觉讲足感谢即个老师诶用心嘛吼。好，来啊，所以题材多元性，我有小可讲到即个台语文学创作诶即个吼新诶模样，就是题材足多元诶嘛吼。所以讲已经吼，互人无迄种慢慢无迄种感受讲啊，恁迄拢干若有台语尔，无文学。吼，为乡土来以外吼，乡土是咱诶基本，咱诶根应该是咱诶基础，咱诶根。但是咧，咱一定有搁较侪可能性吼。咱根有法度吼，有即个定根，啊，咱诶就是会使开花。开什物花咧？比如讲新形态台语诗，毋管是日花闪诗，还是顺聪老师诶即个诗，哦啊，咧欧阳雄老师诶即个小说，嘛是有出名，而且有得奖。吼，好，过来咧，真侪华语作家有跨语言诶思维啊，吼，因为主本用华语，但是慢慢咱诶台湾诶一种新诶即种文化运动，我感觉台语运动吼，即10年来是真正。本土语啊，尤其本土语内底台语是有法度进入其他的领域去刺激因有一寡新的思考。比如讲廖玉辉老师伊本来创作拢是华语嘛，但是伊家己讲啊，伊讲我平常时就足够讲台语的，当然迄种够无一定是会晓演讲迄种够，因为伊看伊影片讲，但是伊嘛刺激着伊。我较够写，我哪会无爱试看觅啊？我用无共款的语言来写咧。这语言嘛毋是别人的语言，是我家己的语言。好，囡仔人，我嘛会请伊思考。你若感觉你的语言内底毋是完全无台语的时阵，你是安怎对伊的负面感较强？啊，互伊遮个作家伊本身的访问啦，还是因的思考啦，提升因对语言的即种新的思考。过来咧，就是一寡绘本这我想讲，大家可能有咧关注咱比如讲网络的册店，即摆是愈来愈侪台语咯。你若拍台语册你就会发现讲，若有诗、散文、小说，绘本当然是真侪，佫有真侪翻译小说。我即摆特别讲翻译小说伊的重要性啊我感觉对于我来讲，当然袂用完全是翻译啊，比如讲头起先的小王子啦悲惨世界就是佫有啥物吉灵动画，佫有真侪。最近佫有啥物非得就是真侪，你若佫发现讲台语的翻译小说是真侪。毋是我即摆特别讲翻译小说对囡仔你可能无想到，迄大学生对翻译小说特别有兴趣呢。好，我这开放大家来摇一个，想看觅，像大学生对翻译小说就是用台语来翻译这个名著有较尔有感受，而且特别介意，佮问我讲迄要敢有无共款的版本，若是有偌济老师你互我看觅，是安怎？有法度甲我互动一下，会使拍字者。可能今仔日较无若讲话，我惊讲我毋知有法度掌握你的麦克若有法度你拍字，我等下才看，好无？感谢老师，感谢各位。好，我遮要讲的是讲，这是我去演讲之前，我毋知影讲大学生有安尼的思考所以各位，因为你可能老师在座我知影，当然真侪拢是咱的本土语老师，可能你家是小学。可能你家是国中、高中拢无要紧，我遮咧甲你分享，甲你分享一个大学生的伊的思考。伊的思考咧是啥物？伊感觉讲哇，我较早看的小说，竟然会使用台语写出来，我要来看觅，我要来看讲较早我看迄个比如讲人名也好，迄个解说迄个故事也好，是安怎有法度用台语来写？这其实甲头拄咧工作细胞因的。有兴趣的迄种点，切一点是共款的。因一种好奇、好闲，对，听主任对，听老师，听老师，
对对，听老师的，就是伊足认真啊吼。好，啊，过来就是对，即个咱的慧君老师吼讲吼有连结吼，对，是安尼无毋对。对因来讲，哇，原来会使安尼，即个原来会使安尼甲好奇，甲认为讲我要来看觅咧，这就是一个足好诶，互伊认知着台语文诶机会，而且是足好诶认同感。伊真正实际上去看，伊会看出讲，哇，原来我较早就是讲台语，敢若是甲阿嬷阿公讲，咱头讲阿公语、阿嬷语安尼。即我即个母语，我会使用来讲世界上诶万事万物，我会使用台语讲世事。台语讲世事是咱节目诶名称，对吧？吼。所以而且这第一点嘛，吼，当对即卖学生来讲，伊就会使讲去产生对台语的即种认同感，甲感觉伊是有一种甲世界有做连接的迄种感觉，高级感、高级感的提升了，这是足有效果的哦。而且来第二点，我要甲大家做一下报告。阮的研究是安尼，因为外文的翻译小说，伊是毋是有足侪方向的？变做是咧翻译的当下，即个翻译家、作家，伊为着要甲外国语也是外国的情景去做对应，伊有时阵会逼伊讲去想出一个新的词来做对应。迄翻译过程是足辛苦的啦。但是伊即个想新词，也是讲刺激着伊去感受着讲，那到底即个词，我要为本土语找一个会使对应的词，比如讲甲对应差不多70%。也是讲我伫即个词的即个基础字，做基础吼，佫加一字，加一字，结果变做翻译的即个即个正确度差不多到90%。这会使互咱的台语词甲台语文句有一寡流动，有一寡创作的新的可能性。这会使影响到啥物？台语文佫要做新的路，要行落去的时阵，咱的词都变得佫较济，咱的语词的运用。咱咧活动，比如讲，咱是安尼啦吼，有创作的老师，你可能有过去有经验，你就发现讲，有时讲到尾头讲到尾用的词都是安尼。举例来讲，会使。之前有一个学生甲我讲，老师，我感觉我是要试写迄朗读稿啊，上困难就是一寡词拢一直定出现啊。我讲足简单诶，你去找迄个教育部书店啊，咱就是毋是拢有迄种讲义。就是挖艺术还是啥物，你就去看嘛。我感觉有时阵迄就是改来改去嘛，拢差不多。其实翻译小说嘛是有即个问题，伊毋若是有时阵词即个变化伤少，有诶是迄个翻译诶时阵无一定就适合诶。但是遮诶过，就是讲遮诶翻译家因诶努力甲拍拼，会使产生咱台语文学内底未来诶一种足好诶即个素材。这是我看翻译小说。对咱即么台语一种延续，我感觉这嘛是甲咱今仔的主题有相关。已经点外钟啊，你阁会记无？咱即个主题叫做变造，对无？翻译小说虽然讲我较早甲即个彭耀乾老师甲请教过，我讲老师，即摆少年人就爱即个外文名著的即个翻译小说台语版伊上，阮像我研究所的学生嘛看甲足趣味安尼。老师伊就。伊虽然是知影讲至少有即个发展真好，但是伊嘛惊，伊惊讲大家拢去看翻译结果无人要看咱真正是咱台湾本土作家写出来原生态的一种台语创作。我当然嘛知影即个角度是对的，但是我即摆看到学生囝仔因就是介意即个翻译的角度是安尼，就我头讲迄两个，所以我讲嘛无一定讲完全是对咱台语文学本身的一种伤害，伊是一种活水的概念，好，来，佮继续，即个课本我就先跳过，因为今仔日主要是互大家看讲咱课本有几个版本安尼，然后拢有真侪转换佮变造的可能性，我想要赶紧来后壁就讲。像公司台语台进前嘛，有是种多文诶配合讲做一个科普，科学诶普及诶意思，咱即讲科普诶意思就讲，咱是一个
可能原本是较困难的物件，吼，即个事可能嘛无一定是就日常的，但是我想要甲大众做一个宣传嘛。即个宣传角度毋是讲来，我甲你讲哦，即个叫做顿店、顿盐店，毋是，你一定爱有一个连结。好，即个连结有时阵毋是你想要有即个连结就有诶呢。即张图吼是迄当阵有一个网签，叫做阿汉，吼，伊就是做迄个吼算命师嘛吼啊，800公尺什么500公尺降落吼，啊，迄当阵迄个影片是毋是足浅诶？所以讲当迄个拄仔咧穿诶时阵吼，你看即个时间哦，已经4当前哦吼诶时阵，我公司台语台迄当阵即个风向就非常好，就是伊就是有即个趋势吼，流行诶流行语啦，是讲当迄个时期上穿诶新闻，伊就随甲做一个图文。即个互我一个观点就讲，囡仔因就是咧对流行诶时阵，咱就是迄当阵伊即个角度是对诶。咱一方面吼，咱共款是要推出台语对无？好，但是推出台语毋是讲啊，大家会使坐点教室，即马甲你教倒按顿倒盐点，有时阵爱借即个势机会教育。我当然啦，大家若咧教学，你就知影，我50节，我就甲学生教一寡啥物物件，是啥物即马有啥物文化活动吼，那小妈祖，咱妈祖就教真济拜拜诶物件，妈祖诶一个过去啦吼，伊即个吼有啥物迄个流传诶故事等等，这是一个方面啦吼，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讲诶是媒体诶部分吼，所以媒体诶部分吼，即马定定我伫看，慢慢有即种观光，也是讲咱即个在地即种吼，利用活动有人来，因为伊是感觉即个是趣味诶，就若像迄新闻是趣味诶，但是内底有看到台语诶。好，你看是毋是慢慢台语进入咱诶生活咧？好，我就透过即个影片要甲学生讲吼，包括即个菜单吼，林聪明即个吼，即个台语菜单、台文菜单拢共款。有讲同齐，这嘛是一个招牌。好，来，所以讲，为语言学的观点吼，可能这我感觉变做是可能咱一寡前辈，还是讲咱的时代，无一定有法度接受即个观点，但是我想讲要提出即个报告啦，婚语是一种新的可能性，毋是污染。这是我看世界上真济国家的状况有即个观察即个结论。来，我换另外一个导影片甲大家报告。这是我今年去韩国做报告。我老师你去雁君雁君你去韩国做报告，你是用啥物语言？我用华语、淡薄英语，佮淡薄韩语来做即个报告。想要去韩国做即个语文就讲甲台语有相关的即个报告，因为迄个会就是要做一种变做是文化的即种融合，还是讲接触即种观点。若是韩国日本香港中国当然嘛有，就是对现主时咱有即种文化的新创的可能性，去看到即种现象我的题目叫做就是从语码转换到文化创新，台湾青年的台语混语实践。这东西用华语写，会较有英语安尼好，伊其实是个观点是讲我是为国际比较开始啦所以我想要先跳到国际上的即个语言的代志啦好，来，其实是因为咧，咱敢若伫咧台湾看到台湾的现象，咱就感觉讲淡薄悲伤，嘛足紧张。足惊吓，这当然是一定爱因为咱头讲的，咱的即个呼吸搁了喘气已经慢慢愈来愈弱惊讲迄要送入病房加护病房，到底是送入去未？有人讲南岛语早就送入去送入去加护病房到底到什么程度毋知客语是拄仔才送入去病房内底台语咧是还伫门口。毋管你感觉台语入去未啦全世界内底真济国际上捌经过真济文化的实面的所在，其实拢有语言的即个
混用哦。啊，毋管像讲我遮讲的像香港啊吼，也是讲真济，比如讲所在吼，我有记一寡例，遮都无讲啊吼。其实伊是就是安怎，我咧讲吼，后殖民时代吼，后殖民的时代，甲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吼，的跨语言的实践。即个意思，我当然用专有名词讲，我用简单话讲就是，即马各种语言的滥用，照语言学来讲，是一个足正常的现象。但是我毋是讲安尼的状况之下，我着台语着莫教，我着安尼凊彩着是透人了，毋是，是咱嘛伫学校继续爱继续教正确而且足完整的迄种全台语、全本土语无毋对。但是咱要去看着学校囡仔人爱啥物物件，以及咧伊伫社会当中国际上有啥物流行，使得伊较爱啥物方向的即个语言的实践，所以讲，我们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哈，叫这个语言嬉戏啊哈，其实是一种所谓的嘉年华式的，这是起码少年人教伊的物件。好，那我们就回到咱就倒来遮吼，结论，直接看结论，应该看开头啊吼，就讲，咱即马是毋是有一种台湾味？比如讲，真济韩国，我咧报告的时阵吼，真济韩国的国外学者吼，你讲，我就足爱去台湾，因为我感觉台湾有一种台湾的气味，这种气味是啥物咧？比如讲，足爱来翕台湾的一种夜市啊的画面，啊，就安尼淡薄仔咧落雨，湿湿啊，但是足丰富，迄画面安尼足色彩足丰富的。我讲是啊，迄当阵就有真济学者咧探讨，社会学者咧探讨，啊，所以我才做出即张图，啊，即张图真正各国的。每一国的真侪，我感觉美国啊、日本啊、韩国的老师讲对，因若有来过台湾，就看起来就是安尼。啊，即幅图的做底图的即幅图，我是叫 AI 做的。我甲讲有安尼的现象，好，这研究是安尼，这叫做台湾的意象、台味。你感觉这甲你想的台味敢有共款？所以讲即摆青年，啊，搁外国人，搁咱台湾，比如讲较40岁、50岁以上的即种咱讲原生态，较有法度全部讲台语的人，其实咱是真侪方向的思维，会使来共同来探讨。好，我直接讲结论啦好，因为即个毋是我的重点，但是我想要互大家看卖讲即摆阮咧做的代志，就讲台湾的青年的混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生态。阮认为讲为即个研究会使发现讲，一个符合的价值会使为遮先看出一寡新意。啥物咧？过去可能感觉讲足乡土的，啊，歹势讲老人语真是足过分的但是确实是安尼。囡仔人也是讲即摆少年人30岁以下，较早会感觉讲台语就是老大人咧讲的语言。其实本来就无毋对啊，因为伫厝里，伫咧传承的过程当中，老大人讲的语言本来是足珍贵的，对无？像我头讲啊，阿公阿嬷互我的即个记忆就足好的，因为我伫厝里一直咧唱台语歌。但是因为真济政治也是讲社会影响之下，互因感觉讲这是一个假文化资本的代志。伫咧国际政策内底，互伊咧无法度互看到伊的重视伊的即个珍贵的所在，就是传承即个所在。但是伫咧未来，囡仔人伊到底重点是咧传承，还是有新的创作？我感觉 Chinese cool， 这是我提出一个观点互伊变做歹势，我讲毋对 ，Taiwanese cool Chinese is not always cool， 是这样我就迄当初咧报告就是安尼，因为对因来讲 Chinese 即个物件毋是我，伫咧外国我是要安怎讲？我本身我是台语人，还是讲我是台湾人咧 ？Taiwanese。即个 Taiwanese 的 cool， 我家己定义，少年人家己安怎定义？因为伊是自觉保存，它是自觉保存的。如果可以是这样的话，安尼伊要安怎用内底的语言呢？即个家庭的语言就是本土语的语言，伊法度甲变做是一种文化符号。因为即个 Chinese 甲 Taiwanese 无共款 ，Taiwanese cool 是什么？我台湾人我足自由的，
我要用华语嘛好，我要用本土语也好，我要用英语也好，我的自由来自我的这个环境内底，我自细汉就是遐尼自由，遐尼民主。哦，OK，所以青年他们的一种符码的一种感觉是，他们愿意去操作这个符号，会是因为一种自尊心。哦，来，所以讲台湾 is cool 是我提出一个观点嘛。哦，所以若准讲伊有法度自甲保存，甲变做一个符号，伊感觉会使使用，但使用你先莫逼伊讲真正用全台语来使用，因为即马是各种的来安尼算啊，吼。就变做是伊伫媒体有增加伊的使用度的时阵，慢慢啊，就会像咱头拄金做阿嬷迄个伊的孙仔共款，伊有搭入来啊，至少爱请伊个声，互伊搭入来咱的全台语的环境内底，互伊感受着讲啊，原来我才有不足，因为伊要创作嘛，伊要创作一点发现讲啊，我就是头仔讲的，就翻译啊是啥物哦，我来讲来讲去就安尼。迄基础的安尼基本的这几百个字，会袂使我来看觅讲即字安怎写？有无共款的声音，南部甲北部有无共款的腔口等等，伊就慢慢入来啊。哦，好，这是小可插一个我今年的即个研究啊吼。即个研究甲国际上大家去互动的时阵啊吼，我就结论吼，就即马就剩了20分钟吼，我要甲我的即个囝导演吼。导演面讲煞吼，台语、英语、华语吼，还佫一种文语的创新。其实对囡仔人来讲吼，伊透人咧用的时阵吼，都是各种文化的融合，而且有法度吼来补足伊一寡讲话讲袂出来的时阵，伊有时阵用另外语言然后顺咧讲啊吼。当然咱对咱来讲，即种 code switching 就是转换，是伤害着吼。一方面一个观点是。伤害着语言的本质。比如讲我头讲的，我全台语讲的，结果我干那我的名用国语讲，其实这个长久之下会影响语言的能力。故来，结果你真正可能一个人吼，长期咧，呼伊的名拢讲啊，比如说我若讲啊，我叫陈彦君，陈彦君。若看了我讲，互我讲20冬，结果可能我拄着一时间讲，啊，你叫啥物名？我叫陈彦君啦，无啦。你的名台语要念，你可能不应该不要念。确实，这个是事实，它会影响的语言。但是为什么我当然，这我甲大家互动，你嘛会使甲我反对讲我的观点嘛？因为我为社会学甲即个国际上的思考，我看到真济，经过10年的所在，一定有即个时期，就是讲有偷懒的状况。所以讲，若准讲要偷懒状况，你绝对要甲硬改，暂时以台湾即摆的情景，佫咱足济多元，咱无新住民嘛较活大所以讲，若准讲你有要想要互台语继续好起喘开，我希望讲大家会使小可较放下咧，咱先互伊发展一下，内底互伊真济台语的活力互伊慢慢进入即个情景所以讲。落尾我有2个主题要赶紧讲，就是所谓新声。即马是阮即摆咧做比如讲，头老师讲过讲，咱有一个单位啊即个放假是听中原老师伊甲教育部合作大概拢足好诶，是因为伊拢真正找足好诶原本诶即个单位所在。拢找甲足准诶，像怎？因为我大概要甲学生讲佫有新诶版本出来工作细胞，阮即摆足强诶，安尼。其实我嘛是因为工作细胞出来，学生讲真像，我才去看讲原来即摆是足流行是即个单位安尼。好，因为即个真济老师咧拍拼因咧做啥物代志咧比如讲 AI 输入法啦过来咱即摆上有可能性就讲真济电影音嘛就利用即个代志咧做创作毋管是创作还是创作毋管是做还是做，我认为讲即摆囡仔我像我上课的时阵我有一个课做台语文的专业专业的部分我就会叫人去做，比如讲我做的方式是安尼，首先伊爱互我第一届上课我讲你互我一句话，一句你会使为头至尾拢讲台语的话上好毋是干3字讲食饱袂使你要互我一句话，即句话你若袂晓我叫你去查
我互你资源，你去查，你互我一句话，好，好，慢慢啊，为即句话，你甲我讲即句话，是有啥物故事，有啥物情景？家己有登去讲伊原本伊诶生活当中有一寡台语诶可能性。哦，进前都有一个囡仔足趣味，伊讲老师，我甲你讲吼，我厝里拢已经无啥咧讲台语啊，但是咧，即句话是啥物？伊讲因较早诶细汉时，就是甲阿嬷做伙时阵，拢一直会记咧讲，下晡3点，是2、3点，伊讲有一个时间，有一个阿伯来卖肉粽，有听过肉粽诶放送诶声音无？大家应该是拢有听过啦吼。肉粽，有时会唱歌啊，等等啊吼。伊个大门时阵，先驶一个车吼，就会用放声个足大声诶吼。伊就甲迄个写落来，变做一个记忆，佫写出一个故事。就是讲囡仔人，毋是讲我大学生是囡仔人就歹势，少年人啊吼。我希望讲会使做即个代志，落尾我就讲你个 AI 啊吼，去甲做一个连接吼。所以安怎做咧吼？歹势应该毋是即样啦吼。我佫欠一样吼，就 AI 的即个使用到即个数位的媒体，就用我用讲吼，我用讲歹势。讲我诶上课迄个实践过程当中啊，我就会为开头吼一句话开始，互学生诶慢慢咧找出因诶母语感。我感觉这是足无简单诶代志，因为因真侪人吼，感觉我是台湾人，但是你甲问讲你母语是啥物，拢讲华语。伊就是台语无伫伊生活当中，你知影？当然比例真低，但是家己有转来诶时阵，这是无简单诶代志。好，咱就用啥物？就用 AI，就用数字化。好，我甲大家报告，即马，旧年我会记我有做一个报告吼，就是讲为即个 AI 来做台语歌吼，若有去当中有听过，你应该知影吼。今年吼，我著迄当中我有提醒大家各位啊，你 AI 吼，你爱甲用哦。你甲用诶时阵，伊若台语写毋对诶时阵，你甲讲，伊就会改吼。那个伊就会慢慢甲改变，讲伊内底咧写台语一个正确度。甲今年一冬后吼，今年我即马咧试吼。ChatGPT 诶台语诶正确度算是真悬。你若讲你一篇你咧甲伊对话，你讲，即个物件吼，来请甲我翻做全台语，较已经比旧年较好啊吼，好真济啊吼，好真济啊吼。好，这是 AI 书写诶部分啊吼。我想要互学生去做这，因为因即马较爱用 AI 啊，伊感觉 AI 真紧。我讲好来无要紧，你即马 AI 甲你做一个你诶台语老师，我即马就一个主题互伊，我迄个主题拢淡薄仔困难吼，比如讲一个啥物虎爷诶故事吼，啥物本土诶啥物比如讲一个本土诶啥物文化，比如讲阮若伫阮中华地区啊吼，咱中华我就会参考一寡较无遐好找诶物件，互因做主题啦。好，我讲你登去会使家己找，但是咧你台语无好无要紧，你着叫 AI 甲你斗相共。AI 甲斗相共了，我讲好，你吼写一个简单诶稿吼，200-300字就好，请伊写。写来了后，伊就写一个稿出来，伊甲放伫咧 AI 内底，语音甲放，也是讲咱教无书店，我拢有甲教。落尾基本你就是迄100-200字，你着爱出来念。对伊来讲，伊教伊即种方式是安怎样？即内底节奏伊是教伊诶，伊毋是讲老师伫咧面顶教伊诶想要教诶内容。即个学生，伊所有诶学习诶过程，拢是家己原先去使用，家己去找出来，家己去设计。我毋知影你有知影即个差别无？因为即摆咱即摆新诶课纲是毋是强调自学，强调自学，对不对？因为自动好。好，那我们现在大学生其实呢，你要叫老师的这个损失来，我觉得伊无介意，他反而蛮喜欢是怎么样？你给他一个主题，然后给他一个步骤，你叫他自己生成一个东西，我讲我毋是完全甲你讲你基本你都爱无啥物物件拢无工具拢无，互你就爱基本叫你分享100-200字的发表，毋是一步一步甲教吼。这有点像是什么呢？我无伫伊身躯边，但是伊一直拢有一个 AI 的台语老师。当然 AI 即马较早无好，即马愈来愈好。我有讲教无书等，基本伊表现拢袂歹。好，所以这就是阮感觉讲一种变造吼。啥物是变造？就是有时阵咱课堂吼无一定伫学校，
嘛无一定是家庭，即嘛是数位媒体的时代，有真侪可能性吼。好啊，因就爱即个物件啦，来，我来甲问一下吼，来，台语嘛有一寡新词甲趣味词，这是伫囡仔人就是大学生爱的一寡媒体吼，比如讲就是群组，像讲即个 D 卡，啊，佮有即个 Trace 吼，因介意即种词上去写，比如讲写拍。下趴这个是即马有嘛吼，来，啥物是第二个是啥物？叫做建灯。借问者敢知影建灯啥物意思？我来看有人拍字无？中即个叫做建灯。敢有老师知影？即囡仔咯，就是拍建灯哦，这些你不要建灯，演一下，你不要建灯。毋是，你不要电灯。哦，慧玲老师叫是 game 对不对？毋是，差不多这个流行是最近嘛也有哦，最近嘛也有，差不多5年前，我4、5年前看到，啊有时阵嘛是会出现，对，见小灯手机，若是口头。文字嘛会写出来，你不要电灯哦，就像我这样写这样，你莫见小灯手机啦。啊，因真正是套人要用的，你不要电灯哦，真实的哦。好，来啊，弹雕呢？加这边弹雕，对啊，就弹雕啊。敢是丢掉？对，弹雕啊，因为因袂晓嘛，因都袂晓写咱第一，袂晓台语正字，啊嘛袂晓拼音。这个其实弹雕就是比较普遍，我们以前就是用那个中文的思维去给它翻，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好去想象嘛，吼。但是像建灯，其实有2个重点哦，伊是建小灯手起个这个缩略吼，就是缩略语吼，我们就说缩略语安尼，就是讲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吼，这个意思。对，啊，这个是流行语，因建。所以为电灯我嘛有回应思考，就是讲你会用啊，但是你会用的方式，那像讲啊，我著见小灯收起，为遮我著甲延伸讲，咱会使来看伊原本是写做安怎写电灯敢真正有原本那个那写汉字见小灯收起，即几字拢较简单着，你想要爱去写迄个电灯，想怎因感觉趣味，所以因咧算即个文字游戏的时阵。我的观点是我袂爽的因为可能因为阮是做，比如讲阮语言学的观点迄是一个过程啦，就讲嘛有迄种流行语的部分，但是咱嘛知影流行语的讲这个时阵，咱嘛有较正，比如讲较正统的、较正版的一种语言教育，这2部分是拢爱同齐去理解甲进行的好，就是安尼。建灯其实是台语的建小灯收起，弹雕其实是台湾台语的弹雕，这个图片都互大家参考安尼。好，落尾头拄有讲到，因为我先甲提出啦就是看语写作文学和新战场早期看语毋是即摆才开始向阳老师都有一个家己诗，家己诗就是用华语甲台语来共同做创作。像讲阮中部一个出名的诗人即个李中清老师、李长青老师，伊嘛有做一寡混语诗。其实真侪歌手甲遮个词甲透人咧写，毋是讲伊无尊重全台语，只是讲有时阵伊要做一种语言的一种美学的试验。即种试验甲2种语言的节奏、意象、文化当中来互相安怎？来即种接触而且有迄种安怎互相来对话的感觉，有即种新的叙事的可能性，这是即马目前社会学的观点咧看讲即个现象到底会行到倒位你若讲纯文学、纯语言、纯教学的观点拢有可能但是即个毋若是文学的创新尔，其实。对囡仔来讲，伊伫咧即个乐团内底，比如讲，若无你，我要去倒位嘛？对伊来讲，第一有流行歌曲，伊嘛喜意；
而且伊内底有国语，嘛有就是讲嘛有华语，嘛有台语，甲伊即马现做是所看到的台湾的现象差不多，是而且确实是即马现象对无？因为咱即马语言是透人咧用的，所以对伊来讲，迄个足好安怎，足好去理解，足好去学习。我嘛唱台语歌，我嘛唱华语歌，而且有一个歌是做伙，会使代表我即马的心声。我有想要讲话，我想要用华语讲，有时阵我要用台语讲，有时阵透人咧讲，好。所以，看变下面这若有兴趣，大家去听吼，伊嘛是这是 rap 的新的可能性吼。所以，我就买吼，我歹势剩5分钟哦。我感觉，今仔日我的报告较偏向讲，我即档我伫真济大学吼邀请去做报告。这个报告我感觉对我来讲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啥怎？因为我长期比如讲伫即马，阮伫江苏台咧做专班的教育嘛吼。即老师拢足有理想，而且台语拢真好。甲因对话，我就感觉讲足心息的。但是咧，我若到迄个校园内底是举手，开头讲，会晓讲台语的举手，毋敢举手安尼，手安尼举一半安尼，我举一半什么意思？讲老师会听不会说，好，我说会听就好啦，会听就举手啊，吼，是安怎还紧张？我阿嬷拢讲我臭龄呆。就是负面的感受，对于台语的负面感受太多了，用真济方式，慢慢的刚刚这样子去跟他们沟通之后，就会，我感觉讲回来回归拢袂歹。那有一种重点是讲，我嘛想要试看觅，所以讲台语毋若干那讲，你去看到讲伊无法度呼吸，你无法度喘气，我感觉咱爱有做梦，咱爱梦伊做明星，有明星才有法度。有一个光，迄个光才互大家愿意安怎去照迄个光，说照迄个光，就追光者去照迄个光，所以大学阮即摆咧做诶代志是啥物？阮希望讲，阮像若要做吼，阮就希望讲有台语社，即摆有台语社诶学校无济嘛吼，正个一种活动吼，毋若是讲台语社上基本诶，就希望讲办台语歌唱比赛，毋是安尼尔，佫有一寡甲即摆。学生有趣味的，像狼人杀，迄是种伊的游戏啊，台语的即个talk show，talk show 就是讲有种趣味的即种对谈，毋是讲安尼那种较早咧歌厅秀，迄毋是吼。阮慢慢我要进是讲，即马囡仔较喜迄种新的媒体啥物物件，咱着甲台语化，尽量有法度即种可能性，互伊变做流行的一部分。好佫较济想相信吼，我感觉。即条道我都是小学学生的啦，因为因对台语拢有一种惊吓，甲一种紧张的感觉。我讲莫，咱即马若咧喘气吼，你本来内底伫底伫，你就会吸着台语气。我希望你即个台语气吼，吸较济，慢慢甲吸了，你嘛莫讲吼你复兴拢足辛苦的，那语言复兴是讲传台语足辛苦的。咱若传一句话，咱若会晓唱一首歌。咱若做出一个台语影片，就是足厉害的代志啊！我邀请同学，你会使试看觅用台语点咖啡我要一杯咖啡，我要学咖啡，录现实的电影音还是讲写一个趣味的物件，拢好。有佫较侪人愿意安怎会开喙，台语会开，就会愈来愈强。好，我今日报告就到这，多谢大家。来，卡老你举手，你有问题？我问问题，就是讲有一个毋知你有研究，就是讲咱的台语互做中文，像讲超速仔啊，无有人会讲见效的转身器伊叫是这是正确，毋过这嘛是互少年人接受着台语，毋过伊就是家己翻做蚵仔煎。伊讲我知，伊就用华语讲见效音效比如讲蚵仔煎见效转身器啦，对不对？对，好，伊其实是安尼，这就是超速仔。对，这嘛是一种阮观察的重点，就是讲伊即个词伊本身无台语的声音嘛，伊是看字面上去读的。好，像即种的。这嘛是一个问题，讲，你知影无？因为
其实像讲阮去看香港啊吼，也是讲看即个台南啊，嘛是有即种状况，就是讲伊其实是原来是马来语的词吼，啊像咱即种台语的词，伊就甲变做是另外一个完全，迄故事拢是毋是迄个主流的语言哦，但是伊主流的语言甲伊 keep 去用吼，所以讲像你讲即种状况嘛是有吼，啊咱要来面对即种状况，就是这都要透过咱的教育，吼啊社会当中可在间。即个物件慢慢安怎弄用咧？我感觉伊本来这就是声音慢慢要无去，所以我才有即张图啊。就鼓励大家讲，一丝丝嘛无要紧，吼啊，慢慢啊，咱就共同，互伊即个声音愈来愈侪，这是重点。啊，即摆社会当中，互囡仔毋敢讲，迄就是讲，伊若讲一半，也是见长，大家都会甲批评。啊，即个批评的声音若小可较少咧，我感觉会较好。吼啊，少年人会较勇敢诶。好，多谢你的问题。好，多谢冠军。其实一个重点就是讲互练长才求标准，伤济老师拢要甲囡仔要求伤悬，所以囡仔毋敢开喙。多谢冠军提供足济足好的经验，互囡仔愿意开喙，愿意去创作。我感觉这是一个学习的开始。啊，大家老师拢会当试看卖，后摆为要求为伊的标准答案，每一种拢有可能，互囡仔愿意来创作。有时哦，你莫啉人欢喜酒，趁爱趁人甘愿钱。互囡仔欢喜甘愿，甲咱做伙来推广语言，咱的语言才有法度传落去。好，今仔日多谢冠军哦，多谢大家。多谢冠军。下礼拜三，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哈，多谢。门关开爱点一个哈，再会。再会，大家平安，大家再会。谢谢老师。添一哈。